總價127萬起，你就已經可以入手十字門中央商務片區核心地帶嘅房產。你嘅月供係4500蚊嘅啫，相當於係你嘅月供係可以抵到月租嘅喎。上到去18樓咧，就130萬。珠海琴澳新城所開發嘅最後一塊地塊嘅項目叫做華柏天門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靚房網頻道。今期 Mandy 為大家介紹嘅係珠海琴澳新城所開發嘅最後一塊地塊嘅項目，叫做華柏天門。咁我哋項目所在嘅位置喺十字門中央商務片區呢個核心位，咁係以橫琴大橋為界，東至灣仔片區，最中間核心嘅位置就係我哋十字門嘅中央商務片區。嗱，你睇翻個沙盤位置好大咧，其實係分咗幾個區域嘅。我哋左邊係澳門，前面係澳門氹仔，右手邊係橫琴金融島。咁所以呢邊咧係有好多喺澳門做嘢、喺橫琴做嘢嘅工作人員啦，係喺呢邊居住嘅。因為呢邊咧，佢嘅一個生態資源同埋居住嘅一個屬性會係更加之好，而且亦都有好稀缺嘅步伐。好，咁啊睇翻我哋項目嘅一個交通條件啦。嚟，你睇睇，好近澳門，意味住呢度係好近灣仔口岸，好近拱北口岸，並且好近我哋港珠澳人工島、港珠澳大橋嘅位置。從港珠澳口岸呢過到嚟我哋項目大約係12-13分鐘嘅車程，從灣仔口岸過到嚟項目呢係7-8分鐘嘅車程。拱北口岸嘅話就睇係咪繁忙時段吓，唔繁忙咧就10幾分鐘，繁忙時段上落班嘅話分分鐘係要20幾分鐘嘅。但係呢個距離相對嚟講都已經係近㗎啦。咁啊睇翻我哋項目華柏琴澳新城佢嘅體量啦，總共係有240萬平方嘅建築面積嘅，而且好摩登、好科技化，而且個商業性質亦都係好超前，亦都係我哋珠海啦最密集嘅一個商務片區嘅位置嚟嘅。嚟睇睇330米高度嘅珠海中心大樓，樓下咧就係中演大劇院、會展中心，咁再過嚟咧就係珠海國際金融大廈。嗱，你睇到係好摩登嘅，咁所以呢度咧佢嘅一個商務會展嘅能力、接待嘅能力都係珠海最 top 嘅。咁而且咧仲有多間5星級嘅酒店，喜來登酒店、希爾頓酒店，仲有超5星級嘅一個瑞吉酒店咁樣。嗱，睇翻我哋項目嘅一出嚟嘅位置咧，其實仲有一個十字門城軌站嘅。十字門城軌站咧，其實你點樣可以避開呢一個上落班嘅塞車時段咧？你就係你可以坐城軌去到拱北口岸都 OK 嘅。咁啊，佢嘅尾站咧就可以去到珠海機場，約莫都係20分鐘嘅時間，你就可以去到機場嘅位置啦。咁睇翻我哋項目華柏天門今期為大家介紹嘅項目咧，最尾嘅一塊寶藏地，其實佢比起其他嘅地塊咧，更加優勝之處係佢嗰個景觀視野好開闊，因為樓下咧係十字門小學，其實對翻個操場嘅位咧，咁佢嘅一個建築比較低矮一啲嘅，望嘅景觀好開闊，而佢東南面嘅位置咧係會對翻灣仔1號，咁同埋咧就係馬騮洲山嘅一個生態公園，喺5樓以上嘅位置仲可以望到海景嘅咁樣。嗱，咁而我哋項目其實佢嘅一個生活嘅氣息都相當之唔錯嘅，因為喺學校隔離嘅位置仲有
中環廣場。中環廣場咧，佢而家個商業嘅性質已經係好成熟噶啦吓，一樓、二樓嘅一個位置，咁亦都係好多食肆啊，咁同埋新鮮超市都有好多嘅。咁大約你行路行10分鐘左右，喺我哋700幾米嘅位置咧，仲有華發商都。華發商都目前咧1期、2期都已經係開咗噶啦，第3期嘅話就係發展商講到要到明年先開業嘅。咁睇到呢邊嘅一個生活嘅氣息啦，咁同埋我哋一個公園嘅一個氣息亦都係相當之好嘅。咁啊補充翻啦，喺我哋樓下嘅位置咧，仲有一個我哋十字門最大嘅一個公園咧，就係十字門生態公園。嗱，呢個公園入邊嘅話咧，有好大型嘅網球場，咁同埋足球場都有嘅。咁而且喺呢度行下嘅話都係相當之唔錯。咁而家我哋過去天匯沙盤嘅加大版，同大家講翻佢嘅具體嘅數據以及係在售。而家嚟到天匯沙盤嘅位置，天匯總共由5座樓宇所組成，當中第1座、第2座、第3座係住宅，第4座係寫字樓，第5座係酒店。咁外圍嘅位置咧，仲有商業嘅組成部分。咁項目佢有一個特色嘅，將居住、工作、娛樂、社交係打造咗一個綜合性嘅品質出嚟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嗱，我哋一個園林位置咧，係位於3樓嘅，打造咗一個空中庭園出嚟。咁而我哋嘅會所部分咧，係喺2樓同埋3樓嘅位置。嗱，你睇睇，仲有一個屋頂泳池啊，泳池嗰個景觀視野好靚嘅。咁然後咧，仲有呢個好齊全嘅健身器材嘅健身房啊。仲有呢個乒乓球室啊，仲有係桌球室啊，仲有書吧啊、茶室啊、會客室，仲有棋牌室啊等等嘅會所配套，係打造得非常之好嘅品質，同我哋以往華發嘅產品有啲唔同啊，唔係話個個屋苑都會有會所嘅。咁我哋最先開賣嘅係第1座嘅住宅，最高樓層去到28樓，3梯8伙嘅戶型佈局。只有1伙係85平方嘅3房，其餘嘅7伙都係58平方嘅2房。價錢係幾多呢？我哋行過嚟睇會更加之直面。我哋呢度嘅單價咧係喺21,000至到27,000嘅一個區間。咁其實咧，我哋58平方嘅2房單位咧，好多嘅單價咧係喺21,000幾、22,000幾，你都可以入手噶啦。譬如咧，701呢套單位總價127萬，其實圍翻嚟嘅單價都21,000幾。陣間我會上去影翻個實景實體樓俾大家去睇睇，去對比翻嘅。你去到18樓嘅話，總價都係130萬。咁而我哋大積嘅產品85平方嘅3房嘅話咧，譬如6樓呢一套，總價係220萬，單價咧圍翻落嚟係26,000幾啦，啊25,000幾，未到26,000。咁譬如我哋嘅鳳凰樓層26樓呢套，咁總價都係去到236萬。嗱，其實咁樣嘅價錢嘅話咧，喺我哋中央商務片區十字門呢個核心地帶嚟講嘅話咧，呢個價錢喺總價上面嚟講咧，係非常非常之吸引嘅。因為我哋隔籬嘅一個灣仔1號啊，亦都400萬起步，要賣到最高價位去到1,700萬都賣晒咗啦。咁最隔籬嘅中海環宇天下，最細積嘅70幾平方都要200-300萬起步，咁最靚望海景嘅話要去到1,600萬，所以你對比翻我哋呢個價錢嘅體系，係咪好吸引？係啦，咁所以亦都好多嘅客人啦吓，我身後亦都好多嘅客人，今日係閒日嚟嘅，都要一睹為快過嚟睇一睇，並且而家喺度成交緊噶啦。OK， 而家我帶大家上去示範單位睇一睇。總價127萬起，你就已經可以入手十字門中央商務片區核心地帶嘅房產。嗱，而家我哋就嚟到咗1座5樓示範單位樓層嘅位置，呢度最高樓層去到28樓，3梯8伙嘅戶型佈局。咁我哋而家出嚟睇睇個 lift 位點樣分布。呢度2台 lift，轉過嚟第3台喺呢度，3梯8伙嘅戶型佈局。當中只有1伙係85平方嘅3房，其餘7伙都係58平方嘅2房，係有2種唔同嘅間隔。咁我哋先睇示範單位嘅呢個間隔，58平方做到咗2房2廳1廁，咁近住門口嘅位置，唔好以為佢係開放式廚房，到時候佢會有個趟門交付俾你嘅，既開放亦可封閉都 OK。廚房出嚟會有個生活露台。擺咗洗控一體機，上面會有收納櫃，呢度係熱水爐，呢度嘅採光會對翻天井位。
好，門背嘅位置佢係做咗鞋櫃，鞋櫃都係膠附。到時候咧，開關插座、可視對講機呢啲都做好嘅。跟住示範單位佢嘅雪櫃位係做喺呢個空間，係啦，比較的式少少嘅呢度2人餐台嘅位置。咁過嚟客廳嘅部分，咁客廳嘅開間係3.23米，頭先我去實體實測去量出嚟嘅。咁我擺咗梳化、茶几同埋電視櫃，比較溫馨奶油風嘅一種風格。咁呢度嘅朝向咧係屬於東北位，東北偏東。咁呢度有幾種朝向嘅呢個 size， 東南嘅有，西南嘅都有嘅。咁我哋再望一望呢個東北偏東嘅一個景觀視野，直望十字門小學。咁呢間小學就已經係開學咗噶啦。咁呢邊就會見到山體嘅位置。呢個山咧就係現時修葺咗少少，之後會係一個打造翻比較好嘅一個生態公園。嗱，咁啊前方見到中海環宇天下啦。咁啊同埋我哋右手邊咧就係灣晒1號。再遠處少少咧，其實係大海嘅一個方位嚟嘅。好，我哋睇睇房間同埋洗手間。嗱，呢邊客廁嘅方位。就睇下佢嘅一個 size， 佢嘅呢個企缸位咧，冇做趟門。其實如果係我呢種身形咧，就係冇問題嘅，係啦。咁如果話係大隻少少，可能會偏窄。好，過嚟睇呢間房，咁啊做咗間書房嘅形式展示啦。其實呢個位置咧，窗口位都會係對翻天井嘅，就係頭先我哋一個露台位置望出去嘅一個位。所以呢間房嘅話，如果你唔開燈，可能會偏翻暗少少。咁而嚟到第二間房咧，就會好光亮，其實啲光線都可以穿過去嘅。擺咗5尺床嘅，都可以三邊落地，都係呢個方位嘅，就係望翻十字門小學。咁同埋咧，就係感受翻我哋呢邊嘅一個城市嘅氣質。嗱，前面中環廣場嘅位置嗰度都好旺嘅。我哋今日中午都過咗去食飯咧，我係諗唔到啦。而家啲人流多咗咁多嘅咁樣，係就係喺小學後邊咧，就係中環廣場嘅一個位置啦。1樓、2樓嗰個商業都有聲有色嘅做得，就係5湖4海嘅食肆啊都有啊，藥房啊，新鮮嘅一個超市都有幾間咁多嘅。咁呢個係示範單位啦。嗱，我頭先講到咧，嗱佢嘅總價127萬起步。咁其實佢有個區間嘅，127萬至到150萬嘅一個區間。咁127萬到底係邊套咧？我直接帶你過去睇睇。喺01戶型嘅位置。01戶型咧，好多都係搞緊特價嘅。嗱，我哋可以感受下。佢個光線好好，而且咧佢行過嚟咧呢個生活露台嘅位置啊，唔係對天井嘅。咁啊，點解佢會咁平咧？主要係佢嘅主景觀位冇頭先對住學校咁開闊。而家喺5樓。7樓嗰套咧就係127萬，我俾大家睇睇，咁係手部貼出嚟嘅價錢啦。嗱，701總價127萬，咁然後咧上到去18樓咧就130萬。其實就算你要上到去27樓都係129萬嘅啫喎，係啦。咁大家睇翻個朝向，佢係西南。偏少少西。嗱，我哋而家下午3點35分嘅時分，太陽喺呢個位。咁7樓嘅視野，我覺得都唔錯嘅。嗱，你睇睇呢度就可以望翻我哋泳池嘅位置。咁呢度個景觀視野都唔錯嘅，而且遠景咧亦都可以望到山景。咁跟住咧，呢度就係我哋望過嚟呢度咧就係灣仔1號。係啦，灣仔1號，大家都有關注呢區都知啊，個價錢都非常之貴啊。
唔可以講頗為之貴，係非常之貴嚟形容啊吓。咁同埋隔籬嘅中海環宇天下啦，嗱咁如果係類似呢啲積嘅話，佢嘅一個租金每個月嘅一個租金都要去到，哇！呢個中海環宇天下其實要喺6-7千以上吓。我上個星期去睇過佢嘅小區貼出嚟嗰個租金嘅告示咧，其實要上到成7000蚊嘅。好啦，咁啊講翻呢套單位嗱，樓上7樓最低嘅總價127萬，咁佢嘅首期咧係需要19萬，你嘅月供係4500蚊嘅啫，相當於係你嘅月供係可以抵到月租嘅。我認為投資產品嚟講都相當之唔錯嘅。嗱，你睇翻呢兩間房間嗰個採光都好好。我哋一邊講一邊睇埋嗰個景觀視野，因為我想真實咁去同大家講，Mandy 話127萬起，到底係邊一套啊？咁會唔會係有個範圍比較高啊？咁樣吓，其實佢嘅範圍，呢套單位嘅範圍總價係127萬至到係150萬嘅。點解有啲要去到150萬咧？因為係東南嘅一個朝向。但係你睇下呢間房個採光都係好好嘅。唔錯啊，嗱，望翻落去仲可以望到中族園林嘅一個位置。頭先講到咧，就係話，你又可以作為投資產品都唔錯啦，係因為咧，我哋發展商亦都幫我哋客戶去做翻一個託管啦。咁你交俾華發去託管，每年發展商講到嘅一個收益就係起碼有3.5厘嘅，係啦。大家覺得點樣？包埋你嘅裝修，咁我哋直接過去睇睇個裝修交樓標準係點樣。咁比較多人睇樓，我哋轉頭再同你講呢個58平方嘅交樓標準。閒日都好多人過嚟睇樓，終於輪到我哋啦。繼續為你介紹嘅04戶型58平方嘅2房2廳1廁嘅交樓標準單位，咁同頭先介紹嘅06戶型嘅示範單位嘅間隔係唔一樣嘅。好，我哋入嚟睇睇有咩唔一樣。頭先入去咧，即刻見到嘅係廚房啊嘛，呢度見到嘅係洗手間先，係主要係呢個區別嘅啫。嗱，咁同埋佢呢個企缸位都做咗門啦，做咗門之後我哋都可以感受翻，咦，我行入嚟係點樣？咁轉動都 OK 嘅。座廁係9木嘅品牌，係啦，亦都俾大家去感受翻呢個 size 嘅尺寸。畢竟58平方係屬於緊湊型嘅戶型。嗱，咁呢邊嘅一個鏡櫃嘅位置都幾大下㗎吓。同埋擺嘢嘅地方都多，嗱，你睇下呢啲位，下邊佢都做咗啲收納位嘅，係啦，咁樣。跟住我哋過嚟睇睇呢個生活露台，呢個生活露台大翻啲㗎，係啊，因為我哋攝影師行入去嘅呢個位咧，係擺翻洗衣機，做翻呢個控光機嗰個位置嚟嘅，闊啲。同埋咧，佢雖然對翻天井位，但係呢邊係有採光嘅，係啦。點解呢個戶型貴啲咧？其實都有呢個原因存在，唔單止係朝向好啲嘅。好，我哋行翻出嚟。嗱，門同埋智能密碼鎖當然係交付啦。門咧就係有啲鋁合金同埋複合門、複合木。智能密碼鎖。咁呢個鞋櫃都大嘅喎。睇下佢夠唔夠闊，仲有啲櫃桶，上下都有。施萊德品牌嘅開關插座，格力嘅風管機，或者係同級品牌、同級呢種資質嘅品牌，咁同埋可視對講機都係嘅，都係交付標準。好，咁啊過嚟咧，其實你到時候可以沿住個鞋櫃一路延伸過嚟做翻一排櫃。都 OK 嘅，好似頭先嘅示範單位咁樣，做到呢度咧就係做雪櫃位。咁我哋廚房咁做咗幾開放亦都封閉嘅一個空間，即係緊廚又得，然後開放式又得，係咯。咁就係煎嘢、炒嘢、焗嘢，咁喺入邊都冇問題啦。佢啲材質都好好噶，畢竟華發已經係做咗咁多年嘅開發經驗，咁同咁多供應商去合作，我哋嘅隔籬嘅示範單位呢個位置佢係做咗一個洗碗機嘅，咁呢度咧就係做咗收納櫃啦，
係，咁你都到時候都可以擺呢個洗碗機又得，消毒碗櫃都得嘅，細細地嘅位置都有收納位。我覺得時不時煮食嘅話，呢個廚房係夠大㗎啦。係，上下都有收納櫃、抽油煙機，呢度360度旋轉嘅水龍頭，呢度都有啲工作台面嘅，同埋呢度仲有扇窗口。好啦，呢個景觀視野東南朝向，直望灣仔1號。而家喺5樓位置，我哋望遠少少，係可以望到一啲海景嘅，對面就係橫琴。跟住，如果你揀高樓層嘅話咧，望到海域嘅面積會係更加之多。點解呢個戶型最高嘅總價會去到85萬咧？就係話高樓層係可以望到海景嘅。咁我哋隔籬都已經係有晒我哋整個十字門最貴嘅樓盤灣仔1號，環繞天下。咁對面嘅橫琴嘅房價就更加啦吓。咁所以相對嚟講，我哋呢度真係叫做好平。好啦，我哋睇翻呢個開積夠唔夠闊。我發現咧，頭先我喺呢個毛坯樓度嘅時候係3.23米嘅開間，咁而喺呢個交樓標準咧，因為佢已經係掃咗啲牆側啊嘛，咁就變成咗係3.13米，係啦。OK， 咁我哋過嚟睇睇房間。呢間房就相對嚟講會細翻啲嘅，咁佢嘅採光面嘅話，我哋開俾大家睇睇。其實咧，佢個採光面就好過頭先06戶型嗰間房嘅，因為你睇咗佢咧，其實佢係有採光㗎吓，雖然係對翻天井，但係有採光，因為會見到連廊通出去嗰個位置。呢個空間凹入去少少，係呢度咁樣擺床啊，係啦。衣櫃位就窄啲㗎啦吓，所有房間都有埋呢個風管機嘅，係啦，房間就係複合木地板啦。呢度凹入去嘅位置仲有一個擺衣櫃嘅位置，呢個風管機嘅位置，呢啲全部都雙層嘅間玻璃嘅，有少少窗台位。景觀視野同我哋嘅主景觀係一致㗎啦。到時候前面呢座山脈，呢座小山丘嘅位置會係做翻公園。其實我哋側邊都有個十字門體育公園嘅，好多嘅運動設施，打籃球嘅、打網球嘅都有。係啦，如果你揀01戶型咧，總價最平可以去到127萬。如果你要揀呢個戶型，東南嘅朝向。跟住係啦，高樓啲又可以望到海景嘅話咧，咁個總價要去到84萬左右，有啲會去到挨近85萬嘅。咁所以其實我哋嘅一個首期嘅跨度咧，就係喺19萬至到23萬嘅一個區間，每個月嘅一個月供咧係喺4500至到5300嘅一個區間。咁視乎你揀呢個職嘅邊一個朝向啦，同埋邊一個樓層啦，亦都係唔同嘅一個定價標準嚟嘅。咁你亦都可以自住，亦都可以出租，即係作為投資品嚟使用都相當之唔錯嘅。如果你唔想煩嘅話，你又可以交俾華發去幫你做託管，保底每年會俾翻3.5厘嘅收益俾翻業主。係啦，咁個價錢已經係涵蓋咗你一個裝修噶啦。我哋啲地板磚都鋪得唔錯啊吓，60乘1.2米嘅一個 size， 咁而且咧仲要係好流暢嘅一個紋路對翻紋路嘅，仲有嗰個風管機啊。咁基本上咧你見到嘅一個交樓標準都係嗰個品質咧，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喺呢度噶啦。咁係咪所有嘢都好咧？咁樣其實都唔係嘅，就係話雖然而家嘅價錢夠抵夠平，容易上車，但係咧收樓時間會耐啲，你要等2年嘅時間。收樓時間係2028年嘅9月份。OK， 咁而家我哋去介紹最大積嘅產品，85平方嘅3房。85平方嘅3房單位，擁有最靚嘅景觀、最靚嘅朝向，東南位夠晒闊。5樓示範單位都可以望到少少海景，高樓層就係更加之廣闊啦。好，我哋出翻門口睇翻佢嘅戶型間隔係點樣分布。呢伙係05戶型
85平方嘅3房2廳2廁嘅示範單位。咁一入門口嘅位置咧，廚房嘅空間兩邊都係工作台面，咁亦都係比較之闊落嘅。咁廚房出嚟係生活露台，凹少少位入去咧，擺翻洗衣機嘅位置。咁而且呢度仲有啲收納空間，呢邊會係望翻海景同埋橫琴嘅一個方位啊，灣仔1號嘅一個方位。好，我哋行翻入嚟。喺呢度係鞋櫃嘅位置啊，擺咗4人餐台。如果對比翻傳統嘅戶型，佢都係屬於緊湊少少嘅，勝在地段價值。落樓就係可以翻學啦，呢邊嘅學區配套都唔錯，係屬於容雲教學集團旗下嘅十字門小學，好闊，而且前方係學校嘅話咧，亦即係意味住建築高度係固定，永久景夠晒開揚同埋開闊。廳堂嘅位置呢種裝潢嘅風格，我哋都可以參考翻。好，過嚟睇下房間，第一間房都係對翻呢片景觀夠晒廣闊嘅。呢間房入邊咧就係擺咗約莫3尺嘅床啦，咁就衣櫃位擺喺呢度，我哋小朋友嘅一間房。好，咁我過嚟咧。呢度係客廁嘅方位，咁佢嘅一個洗手盆做出嚟就唔會話影響廁所嘅使用。企方位，窗口位置會對翻生活露台。第2間房佢做咗書房嘅形式，係啦，咁望出去依然係可以望到少少地海景㗎，OK 嘅嗰個景觀視野吓。咁呢間房咧都有270度嘅採光嘅，但係另外一面咧就會係對翻牆體。咁我哋靠窗簾嘅一個裝飾咧，咁就令到佢更加之美觀。單靠呢面嘅一個採光，我覺得都已經係足夠晒㗎啦。其實市面上無論係幾貴嘅戶型咧，佢都會有少少缺陷嘅，即係唔一定話係盡善盡美咁樣。相對嚟講合適，大家就係 OK 嘅啦。咁呢度係衣櫃嘅位置啊。嚟到呢邊採光窗，你會見到係國際會展中心大樓啦，係 IFC 大樓啦。咁呢邊仲有多間嘅5星級酒店，喜來登、希爾頓，仲有瑞吉酒店。咁就呢啲好 top 級別嘅一個5星級酒店，揀呢個地段，亦都係睇中咗呢度嘅一個商務嘅價值。好啦，咁我哋主人房入邊嘅洗手間，呢一度係坐廁嘅位置啊，鏡櫃、手盤，呢個企缸位，佢採光都係一流嘅。呢個單位咧就係85平方，做到咗3房2廳2廁嘅示範單位。咁佢每平方嘅單價咧係喺26,000啦到27,000左右嘅。具體啲同大家講嘅價錢咧就係，如果再低樓層少少咧，總價咧220萬樓下都可以揀到。咁如果你要揀樓上6樓嗰套嘅話咧，就係220萬。係啦，咁如果去到鳳凰樓層嘅話咧，就係去到236萬。譬如話係26樓呢套咧，就係236萬。啱先我同你講到咧，6樓嘅呢套咧就係220萬。咁所以咧個價錢咧就喺220萬左右至到係230幾萬嘅一個區間。你嘅首期咧大約需要俾33萬至到36萬左右，每個月嘅月供咧係7,800至到8,400左右。係啦，其實佢嘅一個層差咧區別都唔大嘅。呢邊嘅一個生活氣息啦，既有商務嘅部分，亦都有休閒嘅部分，亦都有好科技感嘅部分。咁我哋嘅一個會所設施亦都相當之唔錯嘅。咁落去同大家睇一睇總結翻。
我現時喺會所位置，咁舊年咧華發琴澳新城仲成立咗珠海港人服務中心，特登係舉辦咗揭牌儀式嘅，主要咧會針對翻我哋港人過嚟養老嘅一啲支援政策，以及係我哋年輕人過嚟就業創業嘅一個政策嘅支持啦，同埋一啲諮詢類，咁都係冇問題嘅。嗱，我哋會所嘅部分啦，有會客室有茶室，咁有熱鬧嘅區域。咁嗰邊咧仲有健身房嘅設施，桌球室，乒乓球，同埋呢度仲有一個泳池，泳池唔單止係游泳健身可以啦，咁同埋我哋一個樓宇嘅景觀嘅部分嚟嘅，我哋嘅園林都打造得唔錯，打造咗一個空中嘅園林。華發嘅物業管理費係3蚊一平方，睇睇佢打造得相當之精緻得嚟咧，又有水準嘅。植物都種植得唔錯，而家下午時分陽光咁照射落嚟，坐喺呢度 OK 嘅，好舒服啊吓！嗱，我哋華發琴澳新城咧已經係喺呢度發展咗10幾年嘅時間啦，你睇到個入住率其實都 OK 嘅。呢帶都係我哋華發琴澳新城嘅天下啦，叫做咁。對面咧就係橫琴啦。咁橫琴嗰邊咧就係有企業，但係咧佢嘅一個生活嘅配套會爭啲嘅，所以咧亦都係人才會外入翻呢度居住啊。咁同埋係我哋喺澳門工作嘅人士啊，呢邊因為同寶寶口岸近啦，咁所以咧亦都會翻嚟十字門呢度居住。仲有咧就係同我哋香港嘅東涌都好近嘅，咁喺機場工作嘅人群啦，我哋有業主喺機場工作都係特登係購置喺呢度居住咁樣嘅。就係地段上面嚟講啦，係非常之近我哋澳門同埋香港，而且咧亦都呢邊亦都好多嘅高新科技類嘅企業啦吓，咁所以咧令到咧我哋呢度嘅一個居住嘅氛圍係越嚟越好。都睇住我哋呢度，從我從業以嚟咧，都睇到佢嘅一個道路嘅車輛係越嚟越多嘅。以前咧呢度會係比較係即係車流量冇咁多啦，靜啲啦咁樣，覺得佢好似發展咧都要一定嘅時間先得啦。但係從我3年前嚟到呢度去了解，咁睇住佢慢慢地變化咧，確實咧係經濟係好咗嘅。咁同埋咧佢嘅一個居住嘅人群啦係多咗嘅咁樣。咁呢邊嘅一個產品咧，今期為大家介紹嘅係華發天匯，屬於我哋華發琴澳新城最後一塊地塊去開發噶啦。咁價錢亦都俾到我哋好大嘅一個驚喜。總價127萬起步，你就可以買到58平方嘅2房單位。你自住同埋投資都 OK 嘅，因為華發亦都係講咗啦，佢可以幫你託管，咁佢收益率係喺3.5厘左右，係啦，咁大家都可以過嚟了解一下，親臨現場睇翻我哋華發琴澳新城，睇翻我哋十字門呢度嘅魅力。好啦，本條影片同大家介紹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